熊出沒注意！喺日本大熱嘅熊本熊啊，跨界踩入埋電單車界。呢隻熊仔同本田合作推出特別版迷你電單車，以 Monkey Bike Z50為藍本，改頭換面，加入咗熊本熊嘅元素。唔單止係輪圈、引擎前方、座椅，加上熊仔嘅黑配紅主題色調，極有之前40週年限量版嘅影子。喺紅黑油光嘅外殼上面呢，仲有凸起嘅熊仔車廂。小巧的式嘅車身呢，配上熊本熊嘅主題，加上電動氣喉隔熱罩同埋環間軟熟坐墊，就連男士都難以抗拒佢嘅可愛啊！佢入貨嘅店鋪老闆就話，首批引入嘅30部特別版已經被熟客全部都認購晒。除咗熊本熊嘅魅力之外呢，仲會因為日元匯價下調而令到車價更加吸引嘅因素在內。同2014年年初嘅5萬蚊相比呢，今次只係賣4萬蚊。自然吸引到一直心思思想加入 Monkey 陣營嘅車迷，相信未來喺街上面呢，將會見到更加多嘅 Monkey Bike 行駛啦。特別版呢係由舊款 Z50 換裝而成，車長呢就只有 1.4 米，雖然 49cc 引擎啦，只係得3.4匹馬力，不過呢極速就可以達到時速60公里。車身咁細啊，其實亦都唔適宜揸得太快嘅。由於車身太過的式呢，一般的士尾箱你都裝得落，小心呢就唔好隨街停泊啦，否則呢就好易俾壞人偷走咯。